足球一向俾人認為係男生嘅運動，但近年女子足球就起咗革命，喺全球急速發展，亦同時被納入為5年計劃嘅發展範疇之一。今年10歲嘅 Carrie 年紀少少就奪得唔少嘅金牌。呢個係 Adidas Cup 對車路士 U16嘅大姐姐，我覺得好辛苦，因為佢哋都好高大。雖然拎咗第2，但係我覺得好開心，因為我有入波。4歲開始踢足球嘅 Carrie， 當初佢係點樣接觸呢項運動嘅呢？即係同啲朋友踢波嘅時候就帶埋佢去咯。咁佢主要係幫我看住個袋啦。我踢緊波嘅時候，佢攞個波喺度側邊度碌下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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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相信係嗰陣時開始去對踢波呢樣嘢有啲興趣咁樣咯。5年計劃希望提供更多女子參與足球同比賽嘅機會，從而發掘有潛質嘅足球員。梗係資源方面就會多咗啦，咁好重要就係話大家睇到一個比較長遠啲嘅發展啊！即係以前可能就係就算係可能有資助，可能係都比較短啲嘅計劃啊，或者係一次性嘅資助咁樣，咁變咗有時啲發展我哋係要長啲時間去睇嘅話，咁呢個5年計劃當然係我哋睇到未來我哋可以好穩定咁去有一個資源嘅贊助，咁對成個女子足球嘅發展係比較有利嘅。計劃嘅其中一項係成立女子聯賽，期望將女子足球推向職業化。一定有一個影響嘅。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話，如果佢有一個成立咗一個女子聯賽嘅，咁可能會就係話未來嘅時間可能會有一啲贊助商可能贊助佢哋啦，推向翻一個職業化啦。咁令到係話喺嗰個女子足球嘅方面，例如可能就係話有多個出路啦，令到佢哋可能有收入啦。啱啱發布嘅5年計劃可以話係鳳凰計劃嘅一個延續，而計劃嘅由來係點樣呢？喺2009年嘅東亞運動會，香港足球代表隊奪得金牌。隨後政府喺年底推出鳳凰計劃，而計劃其中一步為重整足球總會嘅管理架構，創造24個新嘅職位，目的係引入專才，有助進行本地足球嘅改革。Because I think without Project Phoenix, we won't be here today. Project Phoenix really convince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Jockey Club that football had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and that could be trusted with this extra money and these resources. So Project Phoenix, as I said before, really laid the foundations, helped us to employ the specialist staff, and now we can build on that success. 雖然足總方面就認為架構重整係重要嘅一步，但係就有部分人士持有質疑嘅態度，而投放咗5500萬嘅政府又會點樣評估呢？其實3年嗰個鳳凰計劃咧，有好多樣嘢咧，普通人士都公眾人士都睇唔到㗎啦。譬如咧嗰啲財務嗰啲啦、管理啦、行政嗰啲咧，其實呢啲嘢咧對出邊嘅人嚟講咧係完全睇唔到有咩結果嘅。不過其實對一個機構嚟講係非常之重要㗎啦。你冇呢個好穩陣嘅基礎喺度咧，你都做唔到第二啲其他嘅推廣或者發展嘅工作㗎。另外，鳳凰計劃亦都建立咗香港超級足球聯賽，促使本地球會成為亞洲足協認可嘅發牌球會，同國際足球接軌，希望從而提升賽事嘅競技水平，吸引更多觀眾入場，同時期望更多嘅商業收益。剛過去嘅港超聯，平均每場入場人數同平均每場收入，比較過往2個季度嘅甲組球季，數字均有輕微嘅上升。但同鳳凰計劃訂立嘅目標平均入場人數5000人，仍然有一段好大嘅差距。我相信要一步一步嚟咯，即係都冇可能話一成立咗就會有好明顯嘅變化。始終即係香港嘅足球都係一個根深蒂固嘅問題啦。但係我覺得成立咗係對足球壇其實係一件好事啦，各方面都更加專業啦。我相信對球員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從近期嘅世界盃外圍賽賽事可以見到，足球造成強大嘅凝聚力同埋歸屬感，有一股震懾人心嘅威力。鳳凰計劃就已經成為過去啦，而啱啱落實嘅5年計劃成效會點樣呢？究竟香港足球發展會原地踏步，還是會再創盛世呢？